继续来看大专院校配合政府新南向的政策，到东南亚招生，但是却传出外籍学生来台湾变做粗俗的外籍劳工。公职经私立的东南科技大学，和厂商的合作计划书，竟然是写讲，这外籍的实习生工作的配合度悬，真爱加班，会当做辛苦、垃圾、危险的工作，而且唔免一例一休。这个计划书安尼写，引发到外界的反感。学校嘛承认讲有疏失，甲社会大众来道歉。大专院校的南向招生政策走中了吗？私立东南科技大学却被爆出了招收东南亚的学生，疑似变成了好用劳工。这是东南科大发予厂商的合作计划书，内面写讲请东南亚学生的优势，但是上含的是除了写工作配合多元，甚至佮强调介意加班、担任辛苦、垃圾的工作，算算比传统义工升3628块。这个优势学生质疑，是甲外籍学生当作廉价劳工。我是觉得不太好，外在感官不太好。没有那么多东南亚学生，好像就没那么多这种问题。是后续听到的时候才会觉得，怎么会就是这么乱？校方检讨了后发声明告道歉，讲这是作业的疏失。是有误导之嫌，那我们学校深切检讨后，特别发此声明稿向社会大众致歉。日饭店还有点点心股份有限公司都是他们的专业的领域的。校方强调，25名学生目前到饭店实习状况一切拢真好，教育部回应已经介入调查，卖继续查核。一旦有介入学生真工作的状况，违反学生的权利以及劳基法，就开罚。